检察官侦办着金华城的弊案，甲郭文泰收押。目前也是用多例罪来侦办，意思就是因为上届关键的金流对价的关系也未查到。讲台北地检署因为安尼，搁来加入着一位王牌的检察官陈文锦，要来查不明的小目。郭文泰的律师团发出着上新的声明，讲郭文泰为着袂互法院来为难，所以袂提出着控告。若袂控告，就确定郭文泰爱互收押2个月。他提抗告吗？郭文泰的委任律师做伙到北所律见面试顶当，无要讲话。虽然提控告的时限有10天，不过律师确定无要提控告，因为正前郭文泰就强调无要为难法院。不过检方无停落来，颠倒是派精英加入。高检署打造中心成立，当时行政院长陈建仁出席，特别安排徛伫边仔的是北检的检察官陈文锦、政大经济法律双主修、司法官训练所54期结业，北到泰国真正洗钱防治。去年主办 ACE 的王牌交易所虚拟币诈骗案，伫复杂个业业的金流查出洗钱超过10亿，起诉律师甲被告拢总138人，展现对数字有高敏感的经济专业。即马加入金华城案的侦办，要查是毋是有对价关系。北检顶礼拜一连3天到北所侦讯其他的被告，虽然现阶段是办多例罪，不过外团郭文泰互查到冠世英的 Excel 档案，就算是抬掉，嘛有留记录。即马检方阁加入新的成员，传出就是要比对小铺甲金流，就算查袂到不明资金的直接金流，若是有边仔的人交付的外围金流，嘛可能构成违背职务的污失。即马就看北检的王牌陈文锦，敢会伫咧关键时刻有表现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